香菇菌床嘅營養促進蚯蚓生長，蚯蚓長大成蟲後為椰子纖維。香菇同椰子全是精挑細選嘅優質材料，從幾百種材料中只選最適合蚯蚓發育嘅。為咗椰子纖維，蚯蚓排出廢物，慢慢瘦身。瘦身時防衛機制啟動，酵素活性大增，最終培育出富含多種酵素嘅蚯蚓。簡言之，用香菇菌床繁殖椰子纖維，養出乾淨蚯蚓，靠專利技術大幅降低蚯蚓內重金屬同細菌含量，經高壓處理提升酵素濃度同活性。冷凍乾燥後研發出全新蚯蚓酵素 HLP， 主要嘅性能提升包括高濃度溶解強、腥味少、見效快、不易過敏、品質升級等等。HLP 已通過人體試驗確認咗安全有效。總的來說，血管健康同血液暢通好重要，這不單是對症治療，更是預防醫學。疾病發生同持續，很大程度取決於生活習慣，而幫得上忙嘅就是蚯蚓。Wacky 有130年歷史，研究成果值得信賴。